乡亲啊，继续来讲幼稚园的老师工时长、薪水低，还阁面对照顾幼囡仔压力。今仔日幼教团体甲家长徛出来向政府发话，希望迄条降低老师甲学生比例法案爱赶紧互通过。本地是7比15，一个老师爱带15个学生，希望会当降到7比13，一个老师带13个学生，一来会当提升照顾的品质，二来嘛会当互徛伫第一线幼稚园的老师喘一口气。你敢会当作讲幼稚园老师敢若唱歌跳舞尔？其实因咧阁处理真侪状况。先小心，你看。囡仔雄雄伫吐，老师要赶紧去处理，这个头壳爱阁记真侪物件。药拿来很多哦，然后这一颗药呢要1/3，这一颗药要1半。而且我们都女生，班上有些男生就比较调皮，所以我跟我先生我们都觉得老师真的超了不起，我没有办法做那种工作。你觉得1打1、1打2都已经够了，对不对？不过老师毋是一个对一个，因是一个爱对15个，心人替老师加油。幼教团体甲家长徛出来争取降低公私立幼稚园的师生比，会使为1比15降到1比13，互老师会使休喘一下。教育部说要等到公共化一定比例以后再来降，请问我们孩子能等你公共化比例到达以后才开始长大吗？情绪问题一来的时候，其实老师们要花很多时间去跟孩子沟通交流。那我们会给孩子一些等待的时间，可是我其他的孩子怎么办呢？在我那么高的师生比下，其他孩子是可能就另外一个老师要带大多数的孩子。幼教的师生比甲别国比较一个，台湾是1比15，已经是38年无变啊。中国是1比11到13，新加坡是分0、3岁是1比9，4岁1比10，5岁是1比15。立委已经提案要降低幼教的师生比，下摆入后一个会期优先处理。大家希望讲幼稚园老师是囡仔守护神，也毋过千万唔通袂记起，伊是人，毋是神。